用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来敬答上帝话，迄应文61篇。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伊都促进咱的和平。伊恢复犹太律法的界面甲规例，伊都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外邦人已经不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第二顶。伊的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同心来祈祷，伊对上帝感谢你，互阮诚做你的囝子。阮本是做劳碌，互做困乏的人，因着你疼阮，都诚足体来到阮中间，显明恩典甲真理。你是做人的好朋友，是良善的老师，教是阮上天的价值观。你是大医生，医好阮拢总的病痛。你是阮的牧者，看顾每日无时停。你是阮的救主，阮的天父。你无罪的身躯为阮定时价流宝血，洗阮的罪，互阮这的不悔的罪人，通通过你甲上帝和好，恢复囝子的名分。阮要感谢互落你。这个世界外在环境不断伫咧改变。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造成过度消费，个人主义、药品、毒品滥用等等，受同款错误、俗世价值观的影响，人的心自私、骄傲、虚假、伪造、恶毒，也家己做上帝，不断挑战上帝的大权能，遇到大自然遭受浩劫，灾难不断，天灾地变、瘟疫、病毒、战乱。这个世界伫无暗中一步步行向灭亡。主啊，世间无别个名通记着，只有你是和平的君王，人类为伊的拯救甲盼望。你是阮伫混乱世界都闪的所在，你是光满散一切黑暗。你是多变世间唯一不变的疼甲保证。主啊，赦免阮的辜负。阮对你领受最最救赎的
甲分等，但是阮却常常互世间袂晓。请世间超过你，阮无认真读经，无祈祷的生活，无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也常常浪费宝贵的时间伫无重要的代志。阮也无伫生活当中有好的见证来荣光你，怎帮助阮恢热阮的心，坚固阮掠分对你最要紧，有信心甲安乐死同工，激励阮有传福音的热情，将你来到世间带来的好消息，向伫受苦、伤心、无盼望的人来传扬，也保守看顾伫全世界福音工程，甲主同工的宣教师，帮助因做工有果效，出入有平安，互搁较侪人通入捌耶稣做主。愿所有信伊的人，无论白人、黑人、黄皮肤、男的、女的、妇人、送乡人、大人、囡仔，拢平平做上帝的囝子，归属上帝，享受上帝所赐予人的听、盼望、自由甲平等。阮诚心拜列阮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同声祈祷，明讲。我的心。
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16章第60到第10节。使徒行传16章第60到第10节。因经过弗鲁加到六台的地方，因为圣神捌禁因传道理伫亚细亚，就行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去避找牛。耶稣的神唔准，就对美西亚经过，到特罗亚。保罗眠时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底求伊讲，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才会严边意爱要去马其顿，也做是上帝叫阮传福音予因。讲道请关洛国牧师讲道，题目是马其顿的异象。大家平安。平安。真歹势，我的台语没认真，所以我今天要用华语来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那我们从事宣教事工的都知道母语非常的重要，但是真的不好意思，我如果能够用台语，我觉得会跟大家可以更容易把神的话语讲清楚。那请容许大家就让我能够用华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经文。那其实我今天跟我师母一起过来哦，那我师母是从小在嘉义的北龙长老教会长大。那北龙教会的汤孟中牧师一直是我们很敬重的牧师哦，那他也非常疼爱我，所以当我们全家离开嘉义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常常为我们祷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这样好的牧师，我们非常的感恩哦。那感谢陈牧师还有松山教会邀请我来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主的信息。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一篇有关于宣教的道。那我最近看才知道哦，2个礼拜前大家应该也读了同一篇的信息哦。那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哦，那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都听了同样的主题、同样的经文。那我相信大家今天听完我所分享的，对这段经文可以更深刻的了解哦。我想大家对马其顿的意象会有更深入的看见。那我们感谢神，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再一次的来看这段的经文。那刚才我在读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不长，非常的短，但是它其实代表非常的有意义哈。我想2个礼拜前陈院长应该也跟大家讲一些哦。那我想在这边我们再一次来看，其实《使徒行传》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一开始到末了，其实在《使徒行传》1章的第8节。就已经把《使徒行传》整卷书的主轴都已经定出来了。那也是在耶稣基督升天前的最后的一句话。如果大家知道最后一句话，通常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就说了这一句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使徒行传》开始，耶稣已经点明了，《使徒行传》就是要讲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哇，先是耶路撒冷，后来又是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福音不断的往前推展。那今天也是在推展到直到地极的一个部分哦。那这里更提到一件事情，圣灵就赐给他们能力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有一直提到圣灵这件事情，这也是在很多经文里面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到底这个经文在讲什么。那在这段经文的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整个保罗第2次旅程中的开始。那在前面第1章开始，第1节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保罗离开了安提阿教会，带着希拉一起前往到他过去所服侍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加拉太的南部。那如果你读圣经前面的话，你会知道他第1趟的旅程，这个就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所传的信徒。带领的信徒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他这一趟的旅程，在他上1章的末了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为什么要开始这一趟的旅程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去
看管过去的教会，然后并且兼顾这些信徒们的心哈。那保罗有一个心态，就是想要回去再次兼顾他们的心，兼顾他们。所以这是上一节。那当他兼顾了他们的心以后，也呼召了提摩太跟着他们团队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开始了今天的这个经文哈。那我会3点来谈今天的经文。第一个是传福音的热忱，第二个是圣灵的引导，第三个是上帝的宣教。我需要透过这3个点来看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很多丰富的看见。也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也求圣灵真的开启我们的心，对于他的话语有更深的渴慕，也能够更认识什么是宣教。我们先谈到传福音的热忱。其实，在早期的教会，传福音是早期教会非常重要的特质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在早期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当所有的信徒领受了福音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开心，他们非常得释放，他们完全知道这个福音是怎么回事，怎么领导他们，把他们生命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要去传福音。所以对他们来传福音，绝对不是一个事工，而是他生命中自然的流露。而且耶稣基督才复活没多久。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当他们拥抱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完全进入到这个福音的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分享。所以早期的教会，我去看他们的记载中，他们的传福音不是一个好像要教会去推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没有，他们就自然而然，他们生命就产出了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热忱。这是后来的教会比较少看见到的现象，当然还是有，但基本上在早期教会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他们一群人，保罗带着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很自然的就要去传福音。所以当他们兼顾完教会以后，他们就往下一个地方说：“我要去哪里传福音？我走到哪里我就要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开始要不断的寻求传福音的地方。所以他们希望到这个地方传福音，到那个地方传福音，他们完全是这个态度哦。然后他们就一直向往前走。当然，我们也刚刚读圣经的过程中知道圣灵怎么样阻挡他们，但是他们不气馁，他不会因为圣灵的阻挡，他就说：“哦，原来圣灵不要叫我传福音。”不是，他们在等待神告诉我什么地方是我要去传福音的地方。所以等到马其顿的异象一旦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马上就立刻起身，我们要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早期的信徒们，他们对传福音的热忱是从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不是一个要求，也不是一个任务，而不是一个责任，不是他本身就觉得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所以这是我们所希慕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这个事情并不会只有早期教会发生哦，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内地会是戴德生创立的哦，戴德生那个时候在1865年设立内地会。其实我们在5年前，我们办了一个150周年的内地会成立的感恩礼拜，同时在那一年也是长老会来台的150周年，所以蛮感恩的哦。那一方面在台湾有长老会能够来台150周年，然后在中国的内地有150周年，内地会进到内地去传福音。那戴德生他对中国的负担是很强烈的，他其实在英国，他也是在英国跟马雅各一样是英国的宣教士哦。那他得到一个感动，他就先到了中国去传福音哦。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假使我有千万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有时候会读到这句就很感动，这个人为什么对我们这个很远方的华人有这么渴慕福音的人，是愿意把自己的钱、把自己的性命完全给了他？但不是，他重点在后面这一句话：“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还显得太多。所以，其实戴德生在他心中里面，不是只看到中国的需要，他去传福音给中国人。他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为这样的救主，我们摆上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会嫌太多呢？所以他的心是完全为主耶稣基督所摆上的。所以他在这个心态到了中国去传福音。那其实中国内地会其早期的服饰，就像这个图一样，它就像都是穿着那时候清朝百姓的衣服，因为他为了融入当时的文化，所有的西方的宣教士换下他们的西装，穿上当时清朝人的衣服，留下当时的辫子，就是为了要跟当地的人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因着他们这样子道成肉身，能够聆听福音。然后戴德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哦，就像这张图一样，他希望到了某个点以后，他要把门徒给拆开出去嘛，他不希望宣教士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他不希望一个地方在这样，他看到只要那时候中国的内地有太多的福音的需要，很多的省份都没有宣教士在里面，所以他就决定跟所有的宣教士讲：我们不要固定的地方太久，就像保罗一样，在地方一段时间以后就一定要
个地方，因为福音的需要太大，我们需要是要赶快往每一个地方去嘛。其实2周前，其实中安教会办150周年社教的历史中，其实也看到马街也是这样的特质哦，这是第10间的教会。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不会停在一个教会里面，他福音的渴望是非常的大，非常强烈。他希望哪个地方没有听闻福音，他就要去那个地方把福音带给当地的人。这就是传福音的热忱。那这样的热忱也不是在100-200年才有，在现在的宣教师的生命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宣教师的确有这样很可怖的热忱。我记得我们有个宣教师很特别，他是去柬埔寨。那有一次，他说他要换他的工厂，他的服饰的村落，他要换到另外一个村落。他去调查以后，他发现什么？他发现那个村落，他去了新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一个教会都没有，他心里非常的高兴哦，非常欢喜。他说太好了，我就是要去这种地方，我就是要去一个地方是没有教会的地方，我要把福音带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去，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从这个宣教师身上，我看见那个他对福音的渴慕。其实我们何等巴望，我们真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看见这个渴慕。当有个地方没有教会的时候，没有基督徒，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护照？我是不是要去那个地方把福音带给他们？这就是早期教会不是神的心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马街、戴德生愿意来到我们这边把福音带给我们，他们也是带着这样福音的热忱，把福音带给我们。那同样在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样的福音带给远方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群体？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看见跟提醒。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圣灵的引导。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不断的引导他们。但是圣灵通常在前面几段经文中，你会发现其实圣灵的引导在使命上讲的不多了，但是通常都还蛮关键的。那而且都用激励的方式哦，比如说腓力要去跟伊索比亚的这个太监要传福音，圣灵跟他说话，让他靠近他，去把福音带给他。另外，彼得要去这个哥尼流这个百夫长的家里面。其实他不太愿意去，那圣灵不断的催促他，给他看到异象，也跟他亲自说话，说你不要认为这些犹太人是不洁净的，你可以进到他们家中，可以把福音带给他。所以在这里，圣经也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哦，圣灵清楚的引导他。那再来最宝贵的还是13章这边哦，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同样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说话，圣灵的工作在教会中兴起。所以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你可以发现圣灵的引导都带着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过程哦，都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要透过圣灵来引导大家，来引导他的教会或是信徒。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式哦，是用禁止的方式。他圣灵用禁止的方式。当然，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是什么方式、什么样的样子来做这样禁止，但是他提到的确就是圣灵禁止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但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哦。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来看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他们团队想要在亚细亚讲道，但是圣灵说什么？圣灵阻挡他们说：“你不要去亚细亚，就在这个西南边的地方。”好，那他就说好，那他们就继续在加拉太这边来传福音哦。那后来他们走到了这个我看一下，他们就走到一个对不起，看一到。他走到一个边界，在亚细亚的边界哦，他就决定说，那我们要尝试去并推你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圣灵怎么样？他又不准他去，所以他们其实就卡住了哦。所以他就决定穿越过亚细亚的北部，到了一个城市叫特罗亚，在特罗亚边等候。那这个等候时间还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他们真的是心里渴望想要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到了特罗亚。那这在特罗亚等候的时候，当异象一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哪里？马其顿，所以他们就前往了马其顿。他们就在这个区块服侍。其实从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圣灵他用很特别的方式来引导他们，那这也是其实在整个宣教的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引导宣教士。对内地会来说，其实早期我们都在中国的服侍。那到1950年的时候，整个共产党整个统治了整个中国的时候，所有的宣教士都要撤出来，所以内地会在1950年就决定了一件事情，所有的宣教士撤离中国。那但是整个撤离的过程非常不容易，因为几百个宣教士有几百个小孩要
同时从这么大的区域撤出来，所以我们整个内地会花了3年时间慢慢撤出。但这2位宣教师呢，他是最后撤出来2位，大概在1953年的时候撤出来的。很感恩，其实我们所有的宣教师撤出来都很平安，所以家人都很平安，都可以撤出来。那这时候其实这对我们内地会来说就是一个阻挡，我们不能够再进中国，我们不能够在中国继续的传福音宣教。那到底神要带领我们去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内地会的马其顿呢？所以整个团队开始祷告，感谢神带领整个团队重新看见一个新的希望。就在整个东亚的地区，我们决定整个内地会要将合场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那不管是从北边的日本到中南半岛，或者到整个印尼、马来西亚，就成为我们的这么大的合场。所以整个内地会也从1960年开始改名字，已经不叫内地会了，叫海外基督使团，叫海外基督使团。所以其实内地会的这个名字，其实在我们整个国际上面已经是旧的名字。那有人会说，那我们怎么在台湾还用内地会这件事情啊？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当初政府来申请名字的时候，政府说你的名字里面有个海外，所以不能够用这个名字。所以他说你们是海外，应该是海外啊，不应该在台湾啊。那我说好吧，那我们就想说，那还是先沿用这个名字。但是我们最近也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改回到我们真的国际上所一致的名字，叫海外基督使团 （OMF）。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旁边这个图是我们整个泰国的团队。那整个泰国团队其实这个可能比较小，但大家如果看得清楚，大家可以知道，其实这里面有蛮多的是来自于不同的群体，已经不像过去你刚看的那个早期的照片，几乎都是西方的宣教师哦。在这里已经看到很多亚洲的面孔。其实在这里我会看见神使用不同的团队一起来做。那讲到阻碍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如果知道最近的这个新冠肺炎也的确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的宣教团队都宣教师不一定都能够留在他们的合场。那我们甚至有些团队几乎是整个撤出来，那有些合场他们的团队有些是一半以上都离开了。有时候不是因为他们刻意要离开，是他们因为有些政府的规定要他们先离开。所以其实有些离开以后就回去了。那其实这个让我想到这些宣教师就好像在特罗亚一样，要等待神第2个开门。那对他们来说真的很不容易哦。其实一个宣教师从他踏上宣教的合场，进入到宣教的服事的里面，这个是变成一个常态。特别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宣教师在预备出发的时候，往往是1年到2年，算快的。有些宣教师他们领受神的呼召，到他们真的踏出去是5年跟10年的时间哦。他们都在特罗亚在等候神的带领开门。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等候的过程中，我们最近有宣教师说，其实他们也在这过程中重新停下他们的施工，重新再次思考。神到底要带领他们往哪个方向去？所以每一次的停下，不代表神要停下我们所有的工作，而是神要我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这也是我觉得在这次疫情当中，那每一个宣教的机构，每一个宣教的团队，都重新再思考一下，神在这个时候，那这个疫情不断的这样在全球扩展，那我们宣教的工作到底该怎么样转变，该怎么样转换？所以这也是很值得让我们继续的等候的时间哦。那请大家也为所有的宣教师们来祷告，因为这对他们来说真的很不容易。很多人在家里面待了6个月了，他们教会他的亲朋好友都问他说：“你不是宣教师吗？你怎么还在我们当中呢？”那其实有很多的压力，他们有自己的期待，他们需要很坚韧的知道，他们真的要开始换跑道吗？不要再回去了吗？还是他们要继续等候神带领？所以对每一个宣教师都是很大的挑战，在这个时代里。那我想这个圣灵，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持续在领导这件事情。第3个我们要来看是上帝的宣教。既然圣灵是这么清楚的引导每一个宣教的团队要去哪里宣教，要停在哪里，其实这背后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宣教其实是上帝要做的宣教。所以宣教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事工，教会上帝的宣教是上帝要做一件事情，邀请我们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好聆听神的声音，跟聆听神的带领，我们才知道神要带领我们往哪里去做服事。就像保罗他们团队一样。那其实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已经很完整了。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已经差派他独生儿子来到这世上，完成了所有救赎的根基。我们今天是在这个福音的根基的里面来展开这个整个救赎的计划。我们也看到呢，在启示录中，让我们看见那美好的图画。有一天，来自于
万族万民都要来到神羔羊的宝座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已经告诉了我们整个上帝救赎的计划。但是这个救赎的计划还有一个救赎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完备的蓝图，给我们一个完备的蓝图。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上帝不要让他们去亚细亚？难道亚细亚的福音不需要吗？为什么不要去让他们去必推尼？难道必推尼不需要吗？其实不是。当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的。在亚细亚的时候，保罗在第3次行程的时候，结束了第2次行程，到了以弗所服侍的时候，那里就提到了福音传遍了整个亚细亚地方，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都听到了。所以其实福音的工作是时间的问题，不是不需要的问题。有时候上帝会领导他们先进到马其顿，之后亚细亚还会再继续来战，不是叫他们不要这个地方不需要福音。那在必推尼呢？可能在后面的马实路上我们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地区的信徒，可是当你去读彼得书信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提到，他写这封书信就是要给必推尼的这些人，所以可见彼得已经在必推尼已经传福音，已经建立了教会，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彼得去做。所以其实神的计划是巧妙的。也许我们会认为，在这个蓝图当中，是不是他们不需要？不是，上帝是有他特别的蓝图，需要特别的时间点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一点事情要去马其顿，因为马其顿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族群，他们的文化跟加拉太这个区块是不一样的。神要打发保罗跟他们的团队进到了马其顿，那它是一个重要的宣教的区块，因为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马其顿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区块，整个交通往来非常枢纽的地方，也是在文化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上帝带他们去马其顿。其实你从整个宏观的历史来看，其实进入到马其顿，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什么？福音进入到欧洲，从亚洲进入到欧洲。当然在当时并没有欧洲、亚洲的分别，但是我们从长远的历史来看，福音第一次踏入了欧洲这块土地。那其实你再看往后的2000年的历史，整个福音是从欧洲开始往外走出去，所以可见从圣灵带领他们去马其顿，的确会有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重要性。不管是当时的重要性，整个宏观的整个宣教历史当中，它也是代表非常独特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他们要进入到马其顿。其实你进入到马其顿以后，他后来的服事你去看的话，你发现保罗的服事非常的奇妙，上帝真的是恩待他，而且在所有的书信里面，大部分都是第2次行程所带出来的教导。那我们从所有的保罗书信中，我们得到丰盛的恩典，我们也得到丰盛神给我们的这些的祝福，都是从后面的书信来。那这些书信都是从马其顿以后的教会，大部分都是这些教会建立出来的。所以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神的时间哦。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也是在1965年，整个全球跟随耶稣的，不是信耶稣的人哦，是愿意委身跟随耶稣的，是神的门徒的人。他们愿意把耶稣基督成为当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这群人大概有9000万，这在50年前，但世界人口只有5%。但是到了2018年，据统计，将近有6.5亿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之前还50年前还不到1亿，现在增长6倍，整整的50年将近有6倍的人。所以其实在神的心中，他有一个宣教的蓝图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可以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些的图画，我们才会发现哦，原来启示录那个图画，神一定会成就的，那绝对不是写在圣经里面。那是神要应许成就的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在整个宣教历史中，你会发现神在慢慢的成就这件事情。好像疫情让我们停下来，但不是，神要让我们继续看见他奇妙的作为。马其顿人要来请保罗他们来帮助他们，请他们来到他们当中，而且还站着求他，不是跪着求他，很特别哦，站着求他，然后请他来到这边来帮忙。那果真他们听到这个呼召以后，就决定他们就同行，就决定要去马其顿。他们立即就准备好了哈，不是立即就开始准备，然后前往马其顿。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这件事情，神要完成他的宣教的任务或宣教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要谁？他要我们参与，他要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大使命的当中。他不是要自己来成就，他不差派天使来做这件事情，他差派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人一起来同工这件事情。他呼召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来看整个宣教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说是上帝的宣教，但他要透过我们的手来成就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谦卑的向他寻求说：神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工具，成为你的手，来成就你宣教的事工。我想这是上帝要我们看见的马其顿的呼声。那我们也看见神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已经得到的福音能够传给别人，就像我们说早期教会所显明出的那个传福音的生命。那当然也要看见很多独特的需要。常有人跟我们说什么是呼召，其实神给我们的呼召已经很确定了，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他这个生命的美好，然后跟我们周边的人来分享这个美好的生命，让他们能够享受这得救的福音。但是有一种特别的呼召，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是马其顿的呼召，因为这个是有个独特的需要你跨到一个领域去，你要到他们那个地方，你要进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把福音带给他们，他们需要帮助，这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呼召。你可能要离开你舒适圈，就像保罗一样，要离开他们的比较习惯的文化，要进到另外一个新的文化里面，要离开那个舒适圈，进到他们当中，把福音带给他们。那这个图画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晰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但我们要自然的活出传福音的生命，我们要在寻求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个马其顿的意象，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特殊的呼召在那个地方。柬埔寨1500万人，只有 1.17% 的基督徒。有人说 1.17 还算多，但是如果你到了他的乡村地乡，我刚讲的，太多了，他基督徒都集中在城市里面，乡村几乎是没有教会的，很需要宣教师。我们来看越南只有 0.6% 的基督徒，虽然统计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跟台湾一样，少数民族信主比例比较高，可是主要的群体反而信主比较低，比较少。在越南同样发生，只有 0.6% 的基督徒。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日本，我们跟日本是非常密切的、很友好的国家，可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基督徒只有 0.3%， 比越南还少，而且他人口数非常的多，所以他的没有信主的人数比例是那个人数是非常的多，他们非常需要宣教士进到日本去帮助他们，他们有很强烈的马其顿的呼声，希望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能够进到他们当中，把福音带给他们。同样在泰国也同样的状况，甚至泰国又比日本再少一点，0.27，也是特别主要的多数群体是比较少基督徒。最后我们来看教会参与的缅甸，我知道教会在2周前有请宣教师来分享缅甸的事工。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缅甸的需要是这样，缅甸其实它的信徒也都是在少数民族当中，但是他们主要群体叫做缅族人，比例非常非常的低，只有 0.08%， 非常低的比例。所以在缅甸非常需要有人进到缅族人当中，把福音带给他们。今天我所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马其顿的意象，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领受所有的意象，说我要去这里，我要去那里，而是我们把意象摊开来，也许神给你一个特别的带领，给你特别的呼召，那你知道说，这可能就是我的马其顿的意象。我也许不一定要成为去到那边的宣教士，但是也许他们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也许我们当中就有一些缅甸人，也许我们当中就有一些越南人，他也许就是神在我生命中马其顿的意象，我们就可以就近的来服侍他们。我觉得这个呼声在过去的年代一定要到他们当中，但这个年代已经不是了，他们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也没有听见这个呼声，我们也没有看见这个意象，真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带领。最后我要讲戴德生的一句话，他说从事神的工作，包含宣教工作，一定会经过3个阶段，就是不可能，你会发现这个事工绝对不可能成就。我们刚看到比例这么低，怎么可能？这些比例都这么低，怎么可能福音带给他们？他们是何等的刚硬，不可能。而且即使要派一个宣教士去，太困难了。你去日本一个宣教士，这个费用多高？然后你要去一个越南的地方，你要多委身，你愿意多摆下自己，怎么可能？但是戴德生发现一件事情，神会成就这件事情。当我们一起参与这件事情，我们会经历这3个阶段，神会说成了，这件事情成了。这就是戴德生所经历的，这也可以给我们勉励。我们不要认为现在的困难就是一直都会是困难，有一天神会说成了。感谢神，今天透过这个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看见那马其顿的意象，也让我们真的知道，当我们听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就像他们一样，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认为这是上帝要我们传福音给马其顿人。但愿这样的意象能够我们在神面前等候寻求，那我们也真的是能够跟随他的带领，能够将福音能够遍传全球。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你奇妙的带领。你带领整个保罗的团队，虽然有圣灵的拦阻，但是你让他们带领到一个新的地点，让他们能够看见马其顿的需要，他们也愿意参与在你整个宣教的蓝图的里面。主，我们也恳求，真的是求你将这样的一个意向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不仅要将我们的福音传给我们周边所认识的这一群的百姓，我们也希望何等能够进到一些我们这些最少听闻的群体当中，能够将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整个宣教的道路，也让我们真是有幸能够参与在你宣教的同工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伙读2遍。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这的连边意爱要去马其顿，掠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予因。使徒行传16章第10节，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这的连边意爱要去马其顿。掠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予因。使徒行传16章第10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21首，勇敢坚固信徒。请起立。
报告。第4点，小会甲养殖会已经分别伫7月12日到8月初9日2月建堂及建案，希望做本会设到150周年2025年。对上帝的献礼，为着互所有会员会当了解并且参与本案，达到全体一致的共识。小会定伫今日上午11点伫2楼举办2场说明会，其中邀请建堂评估小组成员过程向长老报告，且邀请关心的人参加。第5点，宣教组定伫今日下晡11点半。要举行宣教组的会会，邀请中华基督教落地会台湾总干事关乐国牧师分享，欢迎听者参加。第6点，今日下晡2点要举办性命教育义工的会议，请义工老师参加。第9点，小会定伫9月27日联合礼拜中要召开临时会员大会，选举6位长老10位执事，请大家踊跃出席。若未当出席的，请伫9月23拜3进前向小会书记詹庆林长老请假。会员名单公布伫公布栏，请兄弟家己参考。若有错误还是漏交，请向陈美玲牧师还是詹庆林长老订正。外区的消息第1点。少年团体定伫9月16拜3上午10点要举行团体聚会，为着预备商业主日的献诗来练习，请客友参加，准备中昼的食饱了后倒入的活动。公献的部分若错误，请向中职订正。周间的聚会甲事工负责的，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是来人客。好，咱来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咱欢迎张元明弟兄。好，咱嘛来就是咱若头拄有看到迄个建堂说明会吼，咱等一个礼拜四咱就会当去2楼吼，咱10点40分就会当先开始吼，所以请咱兄弟咱等下做礼拜做完，咱就会当到2楼来准时来开始。好，这时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带伊的秀华姐、建峰兄，嘛为着你厝里的邓张如玉姐、水玲兄、慧玲姐、高琪姐，咱今仔日嘛真欢喜看到高琪姐来甲咱聚会。那么为着素梅姐、伊丽、咱用长老、春文兄、汪梅姐。志金姐、天豪兄、明梨姐、美霞姐、阿淑姐、惠子姐、谢玲兄、富美姐、正雄兄、阿菊姐、阿秀姐、各元兄、东龙兄、李翠老师加互再来祈祷，嘛为着欢迎的姊妹来祈祷，咱嘛为着今仔日咱所听去即个内地回因的宣告的事工，咱嘛恳求主祝福，嘛恳求主兴起咱会当去传福音的心，咱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搁一摆对你家己的话来得到激励。主，恳求你兴起你马其顿的呼叫来呼叫阮。主帮助阮，阮无法度去到远的所在传福音，总是主帮助阮对阮四周的人开始。恳求你，互阮有传福音的心智。有时阵阮毋知影安怎讲较好，总是主恳求你使用阮的言行举止，互阮会当成做福音的使者。将你的福音传到阮四周围的朋友，会透过阮会当看见耶稣基督的香味。主恳求你使用阮，阮也为着今仔日所听去内地回因的服侍来祈祷。主也恳求你祝福因差派到各所在，或者宣教师，互因的服侍会当有上帝你的气力来因同在，也保守因的安全。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伫病院，你处理疗养年长的，拢恳求上帝你甲因同在，来祝福因的家庭，来照顾因的事，也对上帝了遮来得到气力。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保守遮怀孕的姊妹，互因拢会当有上帝你的看顾，因甲因巴倒来囡仔，恳求上帝你的祝福。
主为着阮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阮无论伫阮的工作、学业、家庭生活、社区生活，还是甲阮的朋友中间的至接，拢有上帝你的看顾，帮助阮会当行出合你心意的旨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工商服务一下，就是咱的教会伫咱的145周年有做一个纪念品，就是咱的迄个浮雕，咱就来做拢总是8个杯垫，这杯垫是吸水的杯垫就是咱会当放咧厝里会当放杯啊安尼一组是200块，咱若有要买，或者咱会当到去楼去买，咱拢总有设计，拢总是有8个所以是4组的安尼杯垫，请咱等下会当去1楼遐来选购。这是内定信息397首，原著数不互你。阿门。